我当说毛个细致，对一道用。我觉得那样子偷书蛮危险，会飞出来个。飞是飞不出，这个走速不快。我说我发现不对个，那张么就放了一个上里飞来，我到底抽下来吧。抽下来是那个水带回来洞里向去。偷书个辰光，你在那旁边清寒。哎，清完我。那么洞飞出来哪办法呢？那个咱家都飞出来了。一把锯子就要走远点过头已经。那么他去出来么个上晃，哐哐哐哐哐，哎，这不得了，这还得随便两分嘛。你怎么在里面卖呢？今天外面不让卖啊？哎，想不到一种羊卖出4个地方还有成果呢。我如果走苏州远了，你现在看不到牛郎多啊？看不到，快走去走我在车，这是我侄女。你是西农的老师啊？县直干部就是。哎呦，看不出，你脸上都没什么皱纹呐。哎呀，那时候年纪轻的啦。我首先解放以后，这个县区里向90岁以上的统计过的，180个。还是看？那么搿点人呢？我们哪才问可以？在那流浪放下来管，叫头出在有种关键位置不受啊，这一枪100多个90岁以上的人的啦。还有130个嘞，肺脑系统这个数量病。做生意呀？不是退休工资还有反拨款得了哇？有搿种心理毛病，一直这个老是想翻，实际是102岁就数量病。俺辈子也一个在牢里，那么你儿子得里在坏他，儿子也80岁了，70岁了。那个说对再下去个菜苗头，本来阿得了脱脱来，拉拉黄。菜苗头还有老早的，阿拉跟我们快呀。味道不对这样，样样么子侪脱脱来。哎哟，搿蛋哪发起起来个讲，哎哟。从人上台，顶顿还要紧，那这辰光硬个里向是黑个。你当心刚牙齿得脱。不讲了，上次一抱抱，1年2分单，我压力是坏脱。嘴巴张不开话，闲话讲不出呀。搿辰光我还上课唻。今朝是我带杨林来，第一道跟你叔叔去走青居。那个啥，你走上去啥地方？就是那毛米油的那个上火。你这个圈子啊，我当时另外一个地方嘞，也死个嘞，七荤八素。我腿头包了10字路，看没人管噶。没人管的。那成果不来着讲？该管个上火不管，哎，你到哪本没带出个了哈？我到下头包个腿头意思个。那个好的哪会得突出来呢？就是我供出来的。你应该找我们当你毛个上耙子。你烧个耙子是一样的。你是叫个啥？蛋蛋嘛。哦，这个就是八姨。咱们到杨林公园玩的。烧了烧饭热，热烧烧热饭米热，豆儿发发辣豆热，放热的辣豆烧，辣辣烧。那个算是杨林比较街道上的地方，看上去，我发现现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，来这种地方门面侪空了，你但上新区还是一样的。那你来白相的地方，在只有你两个人啦。哦，你是说这幢楼是什么意思是吧？那关键嘛，你也太低了嘛。我就说，你们本地人都不知道吗？我外地人更加弄不清爽子。明天吃饺子啊！好的，See you tomorrow。少年排头不而已。你只要放到吃就。现在你在吃的是那上人那么窝里哇？哎，现在这样的可能。80年代辰光，侪在街道上。嗨，80年代嘛，搿个首富得来了。哎，你别摆错套，像啥法子个？人觉得我黑了，你别开始别人搞的房门。上有福来呢。啊，是的。想当年你到一个地方是10个3人的了，是吧？离来福区黄毛有13个的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哦，哎呦，上人在屋里。哎，东哥。你好，你好，请扫，请扫。你好，快，你好。这是79是吧？哦，要说你再配上拍得来个吃年夜饭，也谁在打？哦，那么你当初辰光住了偌大个家？收房了。你一厨房上还困人啊？你这个台湾收房现在下头。要说那个里向是钢筋啊。海里先开了口口。哎呦，啥个么子讲？哦。蛋雕啊，壳雕。对，蛋壳雕。哎呦，天哪！想不到一个铺子说个房间里还会有一个板板了呢。